好来，乡亲啊，进入8月份咯，头一个发布的海上风台警报哈格比继续咧增强。气象局嘛针对着16个县市来发布着豪雨大雨的特报。今仔日是风台上届挖近台湾的时阵，尤其是中南部要注意，沿海地区可能有9级以上的强阵风。 风台内底乱雨，拜一的上班日变甲搁较忧郁，风头雨够大，迄若无准备的，规身躯拢会澹咕咕，每行一步拢有够艰苦。因为今年第4回风台哈格比卡波接近台湾。 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台风还是离我们相当的接近，因此要提醒部分陆地的区域也可能会有强阵风出现。要注意的区域包括了桃园以北的沿海地区，以及基隆北海岸、东北角跟兰屿、绿岛和马祖。以上提到的这几个地方，在今天都有可能出现9级左右的强阵风。 雷达的波图有一波一波的雨扫入北台湾，要么中部的山区雨嘛真大。伫哈格比上挖台湾的时，今日早起北台湾的雨上大，下晡西南部的雨就开始愈来愈大。暗时北台湾的雨会较回，要么南台湾会继续落，一直到明仔载早起。因为西南风，所以讲雨会留伫南台湾。从下半天开始，台湾南侧的西南风会比较明显的增强，因此除了南部的降雨会持续之外，我们要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哦，今天的下半天之后，在台湾西南部沿海，甚至是澎湖跟金门地区，下半天之后，风跟浪的状况都会开始逐渐变得明显。 雨落未停，沿海的风嘛真透，估计上强会出现9级以上。当日风台天，海面风影尚无稳定，渔船嘛赶紧入港避风台，等风台过，才阁平安出航。